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8月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33到43节，民数记11章16到23节，31到32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生命。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民一再的抱怨没有水喝，没有东西吃，他们甚至埋怨摩西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埃及。他们说他们在埃及真好，还有肉可以吃，因为他们经常的这样的埋怨，造成了摩西呢，除了领导他们出埃及的路程以外，有许多不必要的困扰。上帝就另外差遣70位的长老来分担摩西管理以色列人的工作。因为这些跟随上帝、跟随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虽然出了埃及，可是他们的生命却完全没有改变。我们一般会说，这个真的是奴隶性很重。他们埋怨，让他们好像非常喜欢为奴的生活。人已出了埃及，却心仍在埃及。上帝听见他们因为没有肉可以吃，就告诉摩西将要赐给他们有肉可吃。不但有肉可以吃，还可以吃整个月。不但如此，上帝还透过吹来的鹌鹑让他们吃肉，吃到这个从鼻孔喷出来。民数记11章16节到23节，31节到32节，上主对摩西讲，你要召集70个受人尊重的长老，把他们带到圣幕我的面前来，站在你的旁边。我要下来，在那里对你说话。我要把赐给你的灵分给他们，他们就能帮你分担责任。你不必一个人挑着重担，你要吩咐人民说，明天大家都要洁净自己，你们会有肉吃。上主听见了你们的怨言，说你们想吃肉，你们觉得在埃及还好过些，上主就给你们肉吃，你们一定吃下去。你们不只吃1天、2天、5天、10天，甚至是20天。你们要整整吃1个月的肉，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。这事一定要发生，因为你们厌弃在你们中间的上主，埋怨他，说你们不该离开埃及。摩西对上主说，我带领的人民有60万之多，而你竟要给他们有1个月吃的肉，难道有足够的肉牛羊可以再来满足他们吗？海里所有的鱼恐怕也不够他们吃呢。上主回答，我的能力有限吗？你要看见我说的话会不会实现。突然上帝使风刮起，成群的鹌鹑从海上飞来，离地面只有1公尺高。他们停在营地和四周，到处都是，东西南北绵延好几公里。
人民整天整夜都在捕捉鹌鹑，第二天也整天在捕捉。每个人至少抓到1000公斤。他们把鹌鹑摊在营地四周晒干。基督徒既然得救了，除了人生的埃及，就必须要有新的生命。保罗劝勉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，在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，他说：我现在奉主的名郑重地劝告你们，不要再过着像外邦人那样的生活，他们的思想虚妄，心地黑暗，跟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因为他们全然无知，刚愎自用。他们丧尽了羞耻之心，纵情之欲，无拘束地做各种败德的事。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。你们无疑听见过他的事，做了他的门徒，学到耶稣里才有的真理。那么你们要脱下那一向使你们生活腐败的旧我，那旧我由于私欲的诱惑而腐化了。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，要穿上新的我。这新的我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表现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。既然得救，成为基督的门徒，就不应当再活得像是没有得救的人，因为救我将会腐蚀一个得救的生命。基督徒必须穿上新我，按照上帝的形象来受造，表现出真理、正义和圣洁的新生命，来见证自己是属于基督的新生命。诗篇107篇第1节到第3节，33节到43节。要感谢上主，因他至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所救赎的人啊，要重述这颂赞。他救你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到北，从各国把你们领回来。上主是江河变为干地，塞住了泉水的涌流。他使肥沃的土地变为荒芜的野地，因为住在那里的人邪恶。他使沙漠变成池塘，使干旱之地有了泉水。他使饥饿的人定居在那里，建造了一座可居住的城邑。他们播种田地，栽种葡萄，得到了丰盛的收获。他赐福给他的子民，使他们的子孙众多。你使他们的牲畜有增无减，以后由于欺压和灾难，上帝的子民再受打击，受凌辱。上帝惩罚欺压他们的人，使他们迷失在人烟绝迹的旷野。但他拯救穷苦人脱离困境，使他们的家族和羊群繁盛。正直的人看见了都高兴，邪恶的人却哑口无言。愿明智的人详察这些事，愿他们体验到上主不变的爱。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救恩，如同一位真实得救的，让我们能够脱离被罪、被救我所管辖的生活，让我们的生命有基督的形象，有救恩的记号，有恩典的遮盖，得以见证主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